大家好，我哋睇 Carrie 啊，大家知唔知而家香港咧有一間餐廳咧係可以邊食嘢邊睇住衝浪嘅咧？就係我身後呢間啊！佢呢間餐廳咧開喺啟德 ASI 商場，場地大概有14,000平方尺噶，室內嘅樓底都好高，餐廳嘅環境咧都非常之寬敞同舒適。我都幫大家問過噶啦，500蚊一個鐘，費用已經包埋現場嘅教練。更衣室就喺2樓，喺室內舒舒服服又聽住海浪聲咁用餐，的確係幾特別噶。而且佢係一間寵物友善餐廳，不過如果有寵物嘅話咧，就要坐室外。而餐廳嘅食物質素同埋價錢嚟講呢，都係中規中矩啦。而呢個魚呢，我就覺得真係幾好食，佢啲肉質呢係非常之嫩，值得推薦。整體嚟講，如果你想感受佢個環境同特色，值得你一次嘅。而且餐廳位於空中花園樓層，係民寵嘅天堂嚟㗎。希望大家鍾意我今日嘅介紹，下次分享再見。